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。今日我做咗兩款唔同嘅鹹煎餅，一種係傳統嘅，好似圓形或者橢圓形嘅，你呢個咁樣，外面酥脆，裡面係柔軟嘅，有少少韌韌地，就好似而家食嘅甜甜圈咁樣子。另外一種就係我呢次返去食到嘅新款嘅鹹煎餅，中間薄脆，四周軟嘅，你有咬口嘅。聽下呢個聲音。隔住個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嗰啲脆口嘅感覺啊！依家開始製造麵團，盤中放入溫水同埋白糖。白糖係有助於酵母嘅發酵嘅，提高嘅活性。倒入酵母之後攪勻，靜置5分鐘。當液體出現呢啲泡沫，證明酵母活躍啦，就倒入低中或者中筋麵粉，加少少鹽，將佢攪勻。攪到冇乾麵粉嘅狀態，又倒入1湯羹嘅植物油。將植物油融合到麵團中，就得啦。冚蓋，令佢鬆弛15分鐘。麵團經過15分鐘嘅鬆弛，變得好柔軟，就用呢個摺疊嘅方法，將麵團搓到表面光滑，好似咁樣整成一個球狀。用保鮮紙封口，放喺溫暖嘅地方發酵到2倍大。案板中撒一啲乾嘅麵粉，取出發酵好嘅麵團，盤底嘅麵團用刮板將佢刮落嚟，做簡單嘅排氣。咁就將麵團分成8等份。如果你覺得我個影片都唔錯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分好麵團就將佢整理成圓形，鬆弛15分鐘，用保鮮紙冚好，防止佢風乾。而家先做傳統款嘅，取出一個麵團，用壓麵棍將佢壓平，大概係2到3個 mm 好。表面掃啲清水，撒上啲芝麻，將壓麵棍將佢壓實，放埋一邊，用膠袋冚好，而且風乾。而家整新款嘅，取一個麵團，中間整個凹槽，攞一個平底嘅杯底壓落去，將中間壓平，四周係拱起身嘅。我做咗每樣款做咗4個，就好似咁樣。油溫升到160度，筷子周邊出現氣泡，轉小火，將麵餅放入去，麵餅會慢慢浮起，表面有氣泡嘅。咁一邊炸30分鐘之後就可以翻面啦。
過程中要不斷咁按壓嘅麵團，使佢膨脹。鼓起身啦，你喺個大氣泡鼓起身，用筷子不斷將佢翻動，使佢受熱均勻。每一個麵餅大約係炸2到3分鐘，記得油溫唔可以太熱，火開小火就得啦。炸到佢兩邊都金黃色，咁就可以撈起身啦。撈起放喺個廚房紙上面，吸走多餘嘅油分。你都可以好似我咁樣，兩個一齊操作。如果你嘅容器係比較闊口嘅，咁你可以2到3個同時操作，咁會快啲炸完。你都可以用個羹嚟將佢撳落去。而家整新款嘅，新款喺炸之前你要先拉伸一下麵餅，使到中間要好薄，好似咁薄如紙。咁我要將佢放落去。呢個要注意嘅係中間位置可能會出現冇油咁炸唔均勻嘅情況，你就要用筷子或者個羹將佢撳落去，使佢受熱均勻。其他嘅操作方法同之前嘅一樣。鹹香中帶有淡淡嘅甜味嘅鹹煎餅出爐啦！2種口感任君選擇，鍾意外鬆裏軟，略帶韌勁同埋好似食甜甜圈咁樣嘅，就選擇呢個傳統款嘅。如果鍾意薄脆可口嘅，就選擇呢一款新款嘅。你都做下俾你嘅屋企人試下啦，真係好好食㗎！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感謝觀看，拜拜。